一般人对杨梅一个水果的印象，如果感觉讲细细粒白、酸软软的，故说台湾贵少人种。能摆做食品厂董事长的总经理，认真完成亚鲁卡提工中，有到几多亲戚喺农业改良单位是投入，一路学到许多种植的技术。退休的一路家庭而来工中，而发现到台湾贵少人喺种韩国改良杨梅，故说一路开始研究去食种出的大粒又甜的杨梅。更加唔单止研究出的亚洲杨梅品种。为到会提高杨梅嘅附加价值，咪开发嚟几多嘅产品，而改变大家对杨梅嘅印象。农村主义总经理行业用苗嘅结起来嘅太数为好，爱做埋嘅喏，人类都空空点一粒一粒冲锋暴杀用嘅杨梅。一杨梅熟嘅时节，看到青天影像。安尼金条安尼吼，五度风安尼吼，嘅出杂嚟咧成熟度有拉出杂嚟咧安尼。当然，2年的就有杨梅好杂嘞。新一代杨梅800跌啦吼，是都是唔得。意思是讲，新一代开始杨梅是成熟诶、熟诶、挡风霜哦，就800跌。跌到按多嘅时间咧吧哦，我早的时候是唔得睇，哦加一迄样样。因讲係楊梅太房嘅總經理，韓世家下副卡有工種，地底做工種嘅辛苦。佢退伍過後就決定愛嚟做食品業，下後咪係食品太重嘅董事長。不過佢成功投度，而且做有意嘅企業夢。因為透過做農家很辛苦，哦，係因為要賺錢冇咁簡單啊。後尾出來都會吼，奮鬥了吼30年呢，做起個事業吧。做以後吼，等到人退休誒，吼就回歸田園的生活，吼意義喺度呀，吼。但是我知道嚟講吼，做工廠嘅事，老做農夫嘅事。全部窮樣啦，全部要有一個相當嘅意志力。台灣人搞唔清楚。韓世家下總經理有遇到親戚朋友到農業改良單位上班，佢做佢學到地位技術，咪培養出興頭。退休過後，佢決定愛嚟做一個工種業。嗰套按道嘅農作物當中，佢先係到台灣漢地有名種嘅楊梅。1988年噶哈，吼。喺拄到我退休嘅時間，就拄到有安尼緣分啊，吼，拄到伊個退伍嘅軍人啊，吼，是老農民啊，佢做大陸探親下哈，吼，佢再去帶4條楊梅過來本藝啦，吼，結果佢人係講吼，也楊梅種起來吼，打到我千太粒喎，我講有樣也冇樣，佢台灣呢個好多楊梅啊，吼，打出張黃條啊，天天。又唔錯，又台灣間有啲樹苗，又睇到楊梅，睇到個楊梅係睇睇啲嘅。結果我咧拿嚟種幾下年以後啊，真嘅結果見到當睇到張乒乓球樣嘅啦。總經理幾時愛種出又大又甜嘅楊梅，加上去國外潛下較好嘅品種，帶進台灣嚟食。唔過每每都記丟丟跌跌。食嘅香嘅人啊，吼，也冇簡單咯，吼。唔可以按簡單數本拿到入品種哦，因為買楊梅嘅時節，佢就唔係接楊梅嘅時節啦。等到我見楊梅嘅時節嘅話，佢嘅產量看哦，建造嗰東西來講哦，替代去建造嗰東西，佢全部講嘅唔可以帶楊梅嘅東西，我建造嚟接喎。接到個T4年以後嘅話吼，結果佢開發嘅全部係講嘅，學唔係買用唔得，我要啊我都在前期哦。總經理堅持此係幾下年，總算成功種出偉大只又大來太又甜嘅楊梅。唔過啲採工嘅過程當中，認真佢19位沙條強椒皮。我做到一楊梅按睇啲按高經濟按好嘅水果啊，我需要俾人分享。我一下我是接幾下錢條喎，接幾耐時間啦嗬，我唔理來講個楊梅樹嘅按車，佢仲有皮到1-2年嘅時間，都話到風采來啊嗬。結少啊，全部拗都冇辦法，拗到槍槍哦，這是欲哭無淚，欲辛苦哦。然後等到後尾係用改進的方法上成功。
交100塊，好100錢，總經理也下基金總有15000頭嘅用外，未成功改良呢度品種。食品廠退休嘅期未當做廠食品安全，故數都嘅用無土嘅方式來種。我是用嘅呢，我用有機嘅啦，也啦有附近的有自採收也的話，有機體機師傅啊，我再多多，嗰個大我用嘅鹹嘅牛屎，嗬，鹹的1-2年以後，本佢發酵以後。出邊都有機會，嗰兩個是係要學到嘅魚嘅啊，魚翅啊，佢變出來嘅間呢，魚翅啊，哦，佢已經唔會出嘅，哦，佢出邊都有液態肥樣嘅。用嚟出題，掌握到就識得，總經理希望限做地增加加價值，嗰種系統加朋友，強下研發出各種嘅產品。用嚟除了鮮果以外呢，因為含油當到安尼油到較濟，所以我哋會拿來做加工品。生乳卷，你吃起來，它吃起來是很濃郁，但是很清爽，還有再加上個加了一年羊毛的肉，含個果凍，用它一做哎。好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。馬卡龍、楊梅馬卡龍脆餅，按到脆餅哈，食起來脆脆哈，脆脆。對用嚟種當研發出產品，其實佢遇到困難，唔係按順序，佢用公婆而且行起做得下去。一般來講，青島農民哈，做冇辦法種嘅原因是它的成本太高，好，佢成本太高誒，因為要種要7-8年。這樣以後收成比較好一點哈，所以呢，一般的農民來講，話這個時間太長，哈，然後產量哈，產季太短，保存不容易保存啊，所以是這一條路也是算是蠻辛苦的。不過還係要繼續堅持嗎？哎，堅持下去，哈，也要傳到下一代，堅持走下去。為到愛要行卡到年來認識用外，加到啲土壤感染成立有限農場。總係依度啲台灣肯定看到嘅熱帶水果同植物，每位消費者圈呢就了解到用外係用嚟成種嘅，希望多多嘅推廣，要引起台灣嘅用外，每位要人貼下。